动词来做事。亲像爱迄流浪，长春梦，无物解唔感觉。学高草冲出迄叫高峰，飘来淡淡的仙草香。天长无香，落差天香，老夫树叶香气老山岗，书房轻微爱有爱嘅盘子，了就系爱嘅小幸福。姨妹，你知道台北老关西有哪个栋特别嘅无共用嘅地方？冇共用嘅地方啊，我特别的，我特别啊，我知道啊，台北啊，佢嘅步伐东点，喺关西嘅，你就做得慢慢来，慢慢行嘅感觉，动笑，动笑，嘿嘿嘿，动惬意啊，你知冇？今日每年啊，人哋讲人哋喺关西人啊，关西人一天咁辦？一天冇辦法唔記得出去掠嘅東西。你啊，出去動安古橋啊？哦，冇唔錯，動安古橋。咁你哋馬家天陽有去過冇？艾迪呀，艾係電影名耶。電影名啊？馬家艾嘅少女時代。冇唔錯，就艾我的少女時代。喺用時啊，看到嘅天陽啊，然後有公道咧，唔係公道啊，卻有翕到。當時卻男主角、女主角走在這邊。哦，你這個好浪漫哦！我嗰陣時看到後背啊，就想講，但有你買個地方，因為很熟悉呢。然後想啊，所以係不開。係呀，家鄉啊！之前啊，兩片啊有辦吉他音樂會，就喺東安古橋橋下，就是水上的音樂會。哦，水上超級浪漫，浪漫，很 chill， 完全能展現關西的一種特別的感覺，特別的氛圍。咁你看那兩個水啊，動槍哎，係啊，你看有哎，係啊，哇，你哋家水冇嗎？有可能。之前啊，人哋拜六拜日嘅時節，就係假日、放假嘅時節都會進來嘛，然後媽媽都會吐人哋來散步啊，吃飽飯後。嘿，然後媽媽就會講之前啊，關西嘅水取得的方式比較冇風片，不過咧，人哋佢哋就會來到兩片啊，點解四散步？咁離下咧，睇下部下次架都要水嘅資源嘛，超冇來到兩片，嘿，冇唔錯。妹妹，人哋來去關西路嘅啊？係啊，人哋東橋冇去。係啊，先生去請街，人哋唔係有開間早餐店，對，你要去請阿哥啦阿妹。好，嚟啊！好。關西路嘅日前嘅上工嘅感覺冇共用。你第一兩片冇，第二片就係咁啊！日前你唔係會拿啲紅誒，還有買個紙皮，有蟲嘅沖涼都做得來到第二片，我前就做得。你買起個上位色嘅。係啊，然後日前都冇共用哦，又係韓記的，日前也都會去腳踏茶、四行茶，然後呢就來到兩片唔知做乜嘅，反正就繞看，然後就繞回去。真嘅，因為兩邊又係這樣斜滑，其實蠻不一樣嘅，騎起來很舒服，也還是啊，就是一陣風，對啊，超舒服，超清涼。你看到咧紅瓦屋有沒有？係啊，你就想講
之前咁黑暗哟，我知道唔係嘅，我知道你下嘅路嘅有冇共用哦。黑吼，你知道懂文青哎。对啊，这你知道，离开个后上运动还要摆拍，对，这种这个很日式的衣服。请采拿一个这个，然后再摆拍一下，哦，好看。見唔見我做菜啊？周菜，係啊哎，董胸黑耶，還是咁慢慢的哦。我去拿煮鳥。老媽媽拿出嚟嘛。嘿，來啊好，來。媽咪哥哥，and 上來了。做呢？要洗茶嘛？唔係。睡覺嘛？媽媽，我想要拿煮鳥。哦，我做出嚟位啊，就俾人就吩咐我啊，我要做就俾人拿走。哦。忙事情，我想要是剥皮辣椒鮪魚蛋餅，謝謝。我想要是糖香豬排葱豆餅，謝謝。哇，你都吃飽嘛？聊吃还是饱咯，吃飽了，好，你看開始了，開始了。了就敢慢慢食。係狗狗煎嘅耶。哥哥煎的。好濃。你要幫媽媽做個辣椒。有啊，媽媽做的辣椒，辣椒。辣椒。好吃哎哦。，辣椒中啊，那个只有隐藏版的客人章底，熟客只有知道的。因为有時節就是客人唔可以講愛加辣嘛，因為人客唔可以啲愛加辣，咁所以佢哋溫超油，加辣椒醬係慢慢切夾炒。哎，好吃哎。媽媽家下你有買豬肉冇？哦，有啊，哦，你我留喺攞出嚟。我草本是有成老吩咐爸爸幫我留下咯，做日本嘢天氣嚟。哎，哥哥，但這麼該我開兩個早餐店。哦，一開始唔係愛開的啦，是姐姐去比較愛上班，你講這樣，你講。姐姐要上班，然後因為那時候疫情，所以她原本要的工作沒有真人，對，然後後來就媽媽就想說家裡有個空間可以讓她開個店面，那後來就想說就開早餐其實一店。開始也不是早餐啦，一開始是想要開個係咖啡啊，咖啡店，就是喝咖啡飲料的。嘿不過關係咧，就是關係跟人烘焙嘅時間較早，咁所以人就想講來開早餐店這樣。那我們超。就是這樣子來的。那你說我們平常是不是蠻乖的？對啊，我們是不是都會幫忙？會啊，很乖。他們真的很乖啊，每個假日都回來。哎，我們有頭銜吧？有那個有頭銜吧？有那個。有。飲料部跟誰是飲料部？麵包台。誰是飲料部的？你啊，你是飲料部。好像我飲料部部長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飲料部部長。包台部長。好。那你是哥哥傻眼。雜事部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看得出來。哎，你要跟他從下杯三點行上來，然後就上到日前啊，爸爸都會吐 and 來去就是吃麵，還有安菇麵日前第一條片。對。唔過你他全部都在日前的那一件，因為全部都共用啊。懂槍哎，對啊，不所以你就想講，等下來去尋一下童年的味道。對，就是安菇麵。動作嘅時候，我去的是安菇麵。媽媽煮牛嘞，你要嚟哦。對啊，你會去的。哦，要問帶去。啊，什麼？什麼啊？不客氣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拜。哇，出海了！安菇麵，看到兩排嘢就想講，過去啊，and 身邊嘅世界，應該就看到兩排嘢，哇，從一個復古的感覺，現在變成一個有點那個味道，我不知道怎麼味說道是不是？哎呦，你要撒撒落去啦。好啦，來身邊咧都是洋料。對了。哇！吃蛋糕好。哇！
到两片呢，老师可以来到这边，两片黑。T 100年天嘅 T 房係冇？咩？你喺貴士茶站啊？哦，嗌盲出神。係啊，係嘛。誒，街邊係咩啦？街邊有英雄。哦，還記得冇？嗯，還記得。你就喺安國公啊？你哋啊，係喎。超超係啊，超啊，叫咁超超。冇錯，有槍啊，有槍阿公。答對了。聽到嘅會講過，做埋係安菇麵。有冇人都安菇麵係啊？其實阿公啊，家下賣麵家下，是喺個路邊攤啦，路邊攤，咁冇個店樣，咁同我當對聲，可能係安菇，可能係安菇，係。哦，就變成安菇麵。安菇是講客家種吼，太人當對聲音嘅俏皮話。哦，哇，好懂嘞，是按狗，谁要理他这样子呀？会打师傅。我想幫忙講，係儀式較重要。對，濃厚是嘞。一定係上一道嘅，上一道嘅厚實嘅麵。好，對。麵來了，是的，來攪啊，哇缺兩個米頭，要張黑正統的好不好？真係仲香哎！哦，真係仲香哎 ！Oh my god！我怎麼那麼厲害，可以保留傳統的味道啊？係啊，你知道越簡單的東西啊，越不簡單。吃完再講話。很好吃哎！尤其啊，然後又係凍愛涼麵條嘅這個口感，吃到幾個麵凍冇瓊用哎，它超 Q 的，你看，大家不好意思，我先吃一口。真的很好吃，會那種一口接一口的感覺。唔講比我哋啊，然後阿公老家嘅做麵咧麵鋪啊嗬，合作神推。散推啊！都係要推神推。哇，哇，等於說我們的阿公那種這樣傳下來，哇塞！做麵咧，嘅老闆叫咩百多年。哇哦，很香哦！我吃到我爸爸講之前啊，因為我不還係港片嘅，故說我爸爸給阿公出去，然後我爸爸講以後，然後我爸倆田總後，我就不用零用錢，佢就講佢會拿零用錢去食安菇麵。唔講零用錢，佢印象當成係個安菇阿公係種路邊擺攤是嗎？路邊攤。所以路邊攤該不會就是賣客吧？西料台。哇，複刻出來了啦！直接複刻嗎？所以冇啦，不過假時咧攤車搞料多啲下，可能動到重嘅，所以係等我做個線咧，然後做。安菇阿公啲嘅賣麵，然後迎下走到對面食了，哇塞 ，VIP 海景牌，真勁的。對啊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也想試試看。你看到身邊跟姐姐熟不熟嘛？跟前面熟熟無敵體驗好不好？這個好。對啊，後來黑馬街，這是我們最愛的什麼？對，椒麻鳳爪，有點辣辣哎呦，很香啊！很香哈，很好吃。椒麻味。講到倆，其實啊哥哥的設計啊，都有心。哦，有冇？有冇講出嚟？然後有發現埋個麵。然後啊，其實啊關係啊，有埋個手南片啊、炸醬米啊，就是那些小地方，在地人不會動嘅。對。然後其實老幾沙嘅都菜單地波。做埋我樣做冇。做埋個。如果要想講關係係隻細地方，好，該要冇火車，要冇，你係要公車，冇火車，要冇捷運，所以後來了然係冇簡單，所以我想既然要來一個關係嘅嚇，得個進一步來介紹一個關係一隻裸體防護概念係咪？來順便另外咧，亦都係看。炸點米，對，那位喺多啲喺某個地方嚇，喺度喺雙南片喺地上，喺仲係當協商當呢喺仲係起玻璃。雅典，凍漿，凍漿，要協過。有冇嘅係嘛？錯。
這是動會唱歌呢，動會表演呢。好衝啊！係喺底下，人哋叫阿嚟唱歌。古雅做對啦，聽正古雅唱做對啦。古雅會唱啊！大家金子送本年，今晚快樂啦！你客只到來，古雅點樣就可以。懂事懂事，愛做事。姐姐，剛下安菇麵有吃飽嗎？哦喲，食得挺飽咧。我還沒吃到小水泡咧。真地咯，你睇人哋可來到殺港，又係古爺爺係用阿爸嘅木卡，人哋愛來做假絲，做誰？係做誰做消化一下卡路里係啊，係要啊，基本嘢人哋啱不條啊，我來種即係煮菜啦。哦，煮菜係。冇錯，人哋愛來到自己開心農場嚟摘菜。哦，來哦。古爺爺，阿爸。西瓜妹啊，歡迎歡迎！我係西瓜妹的姐姐。對對對，哦，你大18變都變漂亮了。用白基本嘢啦，古雅啦，阿伯聽咗菜人啦。係啊，人哋基本嘢愛嚟種煮菜。煮菜，人哋愛嚟要切成輯嗬。係。摘掉好來，慢開花真多得摘啦。哦，就個開花啦。冬香哦，切成輯哦。人出去開心農場嘅嘛，梗都有嘅。係啊。哦，西瓜妹，記得頭擺凍好吃西瓜，是不是很西瓜妹嘛？阿爸啲嘢。跟有一句名好多西瓜肉。哦，你這是動會唱歌呢，動會表演呢。好衝啊！係喺底下，人哋叫阿嚟唱歌。古雅做對啦，聽正古雅唱做對啦。古雅會唱啊！大家金子送本年。今晚快樂啦！你客只到來，古雅點樣就可以？什麼？因為你係快樂農場。阿伯老古雅用啥材料去做啊？做到我面啦，做到你我面嚟。該後背起埋嘅，後背起埋嘅菜。番薯汁。哦，番薯汁。番薯汁上到暗用哦。係啊，番薯汁。你啊，番薯汁先認識咧番薯汁嚇。有本係嘛？頭擺咧番薯汁係本煮先咧。哦係啊。講係人，認識。頭擺咧煮番薯汁，然後就煮菜。哦，煮菜啊。古雅當然識咯。哎呦，難怪很健康。哎呀，93歲。哎呀，可唔出來哦。按煙手啊。對。你係就按點斷，你係就按剪，哦。拿起來就剪啊。好，來，阿伯你係要剪刀。剪刀。你很熟練哦。嘅3葉一星嫩咧，係所以用嘅，只都剪下來。哦，3葉一星。我比賽。阿爸姑爺，你看，那在蝦醬。哦。我看番薯也唔可以看面哦。喂，多謝。多謝啦。運動獎。哎，西瓜妹從姐姐咩講？那這裡當以後嘅捧花咧。對。我都番薯妹，係啊。番薯妹，100分。哦。哇，阿爸。你阿婆係咪係有誒？有啊。哦有。今日都得來聽書嘛？你下次都嚟聽集哦。你下嘟好喺俩殺工嘅文單出嘅時間。哦。係啊。哎呦，做得哦。做得到，因為按不條，人哋愛嚟幼式料理。係啊，我們用幼式料理。阿伯嘅肉咩係有機嘅。哦，真有機哦。哎呦，冇按醬，唔過保證安全健康。哎呦，做得到，人哋來實來獻讚腰嘅。冇噴藥嘅。冇噴藥嘅。好嚟，來去。嚟，阿伯帶你嚟讚腰誒。冇些肉啊。哦。所以啊，2位肉啊，都係有機嘅啊。有機的。家用板來炸。阿伯騎隻機。哦，騎隻機。啊，那肥啊。肥啊。哎，年輕唔是騎上去，你看阿伯你啊，等下西瓜妹本哦，你啊對準嚟咗啊，你哎呦哈，插上去啊，去啊，啊，對吧？來，哎呀，什麼？
是不是看到树档去？係唔係？哦，你如你要動向哦，哦，你去擦下去哦，如是落台嘅吼。哎呦，如啊，哦，你哎呦吼，你吼如吼對準入台。哦，哎呀，好，要吃坤坤哦。你記者搞本咯，阿伯嚟量下哦。有玩哦。好，1、2、3，Go！哦，錯，嘿。懂球哎，懂秋高哎。你吃坤坤。看哎呦，懂奶，真嘅。冇人過哎，冇人過。那邊係。你咪當個韓語集啊？哦喲，哦喲，我閃開一點，閃開一點，你很粗魯啊！來呀，拉人嚟啊！你有天拉分，人啊！你有天分，拉人啊！你有天分，很做得咯，很做得咯。哇！有，做得，做得的，现在要变柚子妹哦。柚子妹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柚子的皮哦，拿来哦，用75%的那个酒精，来做清洁剂。哦，清洁剂啊。洗洁力懂强哦，因为有机的哦。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可以。啊，炸坤坤。吃到来体验一下。对啊，很看一下好不好？很酷的体验啊！你就啲坤牙啊，啲坤牙啊，來進了喲。1、2、3，哎呦，柚子姐，可以哦，我叫柚子姐，你很熟練哎，對啊，你有那麼厲害？我以為我在那邊打工哎。哇，讚呢！做得啊，來練啦，好唔好？柚子，做得哦。中獎啊，來，哇，做得啦，人哋可以來去雞舍了啦，喂雞，對，要喂雞了。哦，俺安補個柚子醬啊，做得嘞，哈，靚妹哈，靚秋就嚟哦，好，來，阿爸，哎，你就會來，哦，來去雞舍咯，雞舍哈，哦。落嚟，來喂嘅，而家人嚟用嚟喂嘅 ，Hello，嚟喂嘅，嚟喂啊，到呢個地方都去之後咧，佢等啦，等下，媽，你真到啦，哎呦，講乜啊？啊，你看這個，哦，幫你喂，哦，來，等一下哦，乖，你在等你，排隊，哪裡啦？來，哎呦，他倒的，好，好，幫你咋，喊住，哦，來，繼續，兩個你喂嘅哦，早船頭愛喂一擺，下豬頭愛喂一擺，哎，你係上輪嘅。上輪嘅哦，你要喂一聲，你要去下豬隊嚟飲輪。哦，你哎呦，跪下背落去咧。哇，好食哦！食到其實上只度。好食哦！飲幾輪咯。暑假黑夾嘅，哎呦，飲咗乜時間啊？100都飲2扎。兩扎啦。哎呦，我做到哪的事？兩個輪凍醬哎。哎呀，你係土雞蛋哦。雞蛋哦。冰冰亮哎。哎呀，冰冰亮哎。好啦，來，揾西瓜麵飲啊。哇，穩穩的。我飲2扎啊。哦，2扎。哇，底下人哋有輪誒，有優惠誒，做得來，做菜喲。哎呦，阿媽，等下幫你吃咯。係啊，我做加切芹菜來煎卵，好不好？哦，我啷個人間美味哦。嚟哦，哦，你喺度甜乎咧，差唔多準備嚟，都差唔多咯。買個料嘅，來，哦，嚟。捧桶，一匙，做得，來。哇！誒，我吃到我嘅捧桶冇啦，好呀，加掉啊，冇咧。
很会哦。用腔啲點，老妹，你就聽嘅平常時唔會唔曉得煮，聽後面啊，因為啊，做乜嘅你知嘛？對，人哋有智慧好，唔係萬家，人哋係鬥嘴。動次動次愛做事。原本嘅咧，我分享一隻料理。哎呦，黑馬來，溫度蒜香奶油脆皮雞，它加翻咧溫度蒜香 butter，脆脆嘅雞，加起加飯嘅。我睇你唔係嘅好食。好啦，花冇一個按度，吃下來好冇？哦，你厲害做乜嘅？數錢啊，你係雞腿嘅嘛？誒，雞腿，係，你愛來切，可以來當上有去做西糕吼。有哦，有加上啲嘅煮嘅感覺。冇啊，你啊嗬，雞腿切好咧，就不用落去，係，我不用給黑染半匙，半匙就好了。嗯，哦，胡椒，哦喲，快來哦，不錯哦。然後咧就係調油膏，有米頭超好。有，哦，再過來呢？米酒，噔噔，哇，再過來係調油，嚇，要愛調油，要愛調油膏。嗯，哦，好，調油愛兩勺，生下來吼，愛辣辣，然後要用同時咪做得，哦，做得。哦，哎呀，就做得了。啊，而且無限，而且來切蒜頭。好，該兩愛用幾久？等佢30分鐘。哦，30分鐘就做得咧。誒，你剛剛冇講好啦。我出去講，睇下天會上過啊。你煮安道菜嘛？馬該菜啊？哦，是印象深刻的。印象深刻哦。對啊。其實兩隻菜係我哋用滷蛋啊，看到嘅，我未冇做過。我知啊，希望做啲成功。唔係啊，我講你平時煮嘅啦。平常嘅時間嗎？係啊，平常嘅時間哦，我就簡單啊，不卡煮埋乾嘅。然後大家講一下，所以我印象深刻，姐姐煮好食嘅東西啊，就會該麻油蔥、椒鹽、雞腿飯。哦，哎呦，係咪可以來當好食？麻油咪該葱誒，雞肉飯。哎，但不得不跟大家說，就是它非常的香，而且它的那個麻油味很提香，麻油味當葱啊。生下來咧，然後我做乜嘅？牙絲打開來，打開咧，按鍵。嗯，好。誒，先前咧，然後我來不用麵粉，還有雞肉，要沾過是嗎？嘿，沾過。那姐姐你會搞太監，你煮飯有乜嘅技巧嗎？冇乜嘅技巧，就係有限啊，就強限就不用水，無限就不用鹽。啊？這樣用啊？係啊，很簡單。應該冇為油嘅嗬。誒，有冇啲嘢？你看一下。誒，冇火。牙絲。哦，有咧。哎呀，做得嘛？唔得。咁用起嘛嘅？就太油啦。有本地陣啊，就做得。哎呀，做得嘛？好，來，哦。好嘞。做得，好。阿童西嗰類嚟。阿童西。自己講啊。跟住老太太講啊，其實我平常時冇買嘅煮飯本太家食。我啲啊。估就，見本嘢，聽日第一百。誒。煮飯本太家食。有咩心得想來分享一下？就是我們繼續看下去。你懂簡單呢？數錢吼，就係愛來炒牛肉。你只火中唔得調慢啊，調慢因為人哋要鹽過吼。該位會糊嘅，會糊。好喲，愛來冰了喲。開始了呀？開始的。按鍵啊？有。冇啊？有啦。冇嗶嗶。冇會嗶嗶啦。細火玩嘅醬唔會彈啦。哦，細超好了。哦，應該係做得咧。哎呦，我有買張紙好嘞。係哦，太肉啦。哎呀，你看脆皮雞肉。哎呦，有模有樣。哎有。有香誒。有香哦。然後脆嘅，等佢。咁而家蒜頭係嘛嘅時節我等下。我注意面嘅時節。炒好嘅時節吼，我溫鑊嘅。嚇？因為人哋愛炒醬汁。哦。
沙落我会盘诶，盘呢，哎呦，大家都会看一下哦。诶，金黄色的，金黄色，哎，这个吼做厨师免无按过。哎，大家我上讲，然后啊，迄姊妹啊，该要唔要严格？严格哦，什么呀？也唔顶用板讲诶，因为 Angel 其实唔係严格，Angel 係鬥嘴吧？哎，鬥嘴我們很會，我會溫薄嘅，溫薄嘅，撒下來咧，我會做醬料 ，butter， 哇哦，butter，哇哦，Oh my god，有貨嗎？有啦，哦，有嘅 butter 嘅咩冇？有啊，東香，對呀，春條，好喲，做得哦，再過來呢，然後我炒到金黃色，金黃色，金黃色，係唔係？假使你炒凍久嘅發出會腐，係哦，哦，該哦，該那功力要很好誒，蓬頭，一匙，做得來，哇，誒，我吃到我嘅蓬頭冇來，好喲，加掉啊，冇咧。還會啊，用強啲點，老妹，你就聽誒平常時唔曉得煮聽後面啊，因為啊，做乜干你啲嘛？對，Angel 姊妹好，唔係扮假，Angel 係鬥嘴。因為啊，爸爸媽媽殺過來就係姐姐哥哥，係蠻嗰種啊，切家後來嘅時間都得回答嚟發揮一下。本來該挑有一同吃啊。哦，對。好來，哎呦，來，給，做得啊，做得咧，哦，來，哇，用落去，哇，板啊，秋，愛，萬，神，六，可以來東後生啊，有香哦，有香哦，做得咧，哦，收汁嘞，東後，很棒。阿童塞上桌喽！文藝了，你來做，你係應該提白，古時候大家假使可以來冇乜嘅好水，你就見諒，對，請見諒。剛才做嘅黑馬該東西呢，就會又做豚肉，哦，又是豚肉，對，而且我嘅豚肉會炸嘅，哎呦，會炸的哦，好，啊，第一步嘅你做嚟老愛切我嘅老鼠肉嘛，好，我想會做開條狀的，切條狀。老鼠會慢慢準備嘅，嘿，然後老愛講吼，我要紋路，好，跟你慢慢看哦，我先搞大家出來，下來出來做。在那個剛剛去那個姑爺爺那邊採的柚子要做成醬，那要怎麼做呢？一開始就是先把這個柚子給碎碎，好，那就開始了哦。柚子就是放進鍋裡，可以抓自己想要嘅量。哦，太有，哎呦，就做得咁呢，然後用二砂糖2砂。一定要用老鼠肉哦。哦，唔係啦，係因為啊，假設你想要吃圓，你就都得用那個老鼠肉。咁你哋一隻豬尾有幾多隻老鼠肉？哎呦，開玩笑！你可以買個豬肉小公主。唔係，唔係，一隻豬尾有切塊可以嗎？2個。切塊做得冇？冇啦，會調啦。會調哦。對啊。 Oh my god！ 要調。然後大家分享一下，第一擺煮東西，我一部這老媽媽是個心情用版。其實啊，心情冇馬該，都平常。你第一擺下廚哎，你知道我的心情很平常，為什麼你知道嗎？因為啊，錯就錯啊，講錯就錯。嘿，我媽媽老姐姐都點嘅廚藝唔係懂好，鼓手啊，記得應該，沒有抱太大的期望。你是假來挑戰這個按難嘅東西哦。我唔知誒，我就想要來做本大家試看看。你煮2個鐘啊，出來要一直去攪拌，因為啊，假使你冇攪拌的話，它底下就會糊糊嘅。還有啊，這鐘啊，要煮久一些嘞，不然呢，它會是苦的哦。好，冇錯老大家講，
你这嘛不会想要做客家音乐好嘞？现在这个时节啊，去糖豆音乐啊，就会跳舞给你。哦，看妈妈在旁边看啊，就想讲，哎呦，你细妹耶，同好跳舞，老冲狗哦。该用是喺几年前，哇，几年前哦，你厉害几多岁？我厉害，你是。好，反正呢，反正给老师讲，反正好诶，听，反正吼，就会讲，几日前嘅时节，同好跳舞老冲狗，然后佢就老跟妈妈讲。妈妈，我上爱好跳舞，还有唱歌，都爱用嘛？因为功法都爱用啊。然后咧，然後媽媽想講，我該用時間手機冇按縫片嘛。嗰時候咧，佢就想講，我該佢愛唱歌，該愛乜嘅縫師，將做啲本機就是去培養還是什麼的。唔過，人哋該用時係帶啲關係。嗰時候咧關係冇的資源冇按到，都係廣告紙係乜嘅時節。然後媽媽就啲嘅沒有片就看到，哇！有冇有誰哦愛唱？係啊，我啲嘅退檔衝狗，然後佢就想講，哎，該用是給那個班級沒有招生嘛，就想講冇，就老給比較多該用，就是那個班級裡面，然後咧妹妹就讓媽媽講，媽媽，我愛去學，唔過我有3日片啊，該3日咧就係。比佢係那太意思嘅人就係矮的，然後該用時咧冇乜嘅想法嘛，就我現在就現在我學就學啊，冇乜嘅。該嗰時候咧，我就攞佢停佢來去學習咧，然後第一擺學習嘅時節就係客家話，很難哦。客家話？唔係嘛？第一擺就係朗讀嘅客家話。哦，係哦。唔記得咯。你聽好，居然買個心不在焉啊！回答都給我亂回答。哎，我啊發現啦，你看，那個醬啊，有一些些嘅成型哦。你看，應該不會抄回答吧？這樣可以的。知道，冇，要收汁，要收汁哦。要收汁。哦，啥了？你繼續講啊。哦，然後該用時咧，人哋要買個字，買個羅馬拼音，就會講，譬如說矮嘛，矮，人哋就用注音呢矮奶，然後學起來學得厲害嘅。從同溫層嘅狗就會講埋嘅，一個像太陽，一個像月亮，然後就是在太陽上的，就你比較像太陽吧，大家是吧？日頭，我係一講，跟日頭嘛嘅，日頭就。哎呀，就一條啊，懂感情好嗎？懂可愛。應該講啦，應該講哦，成熟。動詞，愛做事。愛吃豆啊！愛吃豆做的嘞。大部分嘅人一聽都冇相信啊，我第一擺做。嘿呀，你看，金鳳色嘞，你好閒哦！我師傅 QQ 等下好，抄回答，我要丟你。我感應該愛的鼓勵，愛的鼓勵，好事哦，來聽懂好聲，哎，你聽啊，哦，哎，我知道做對嘞，很強哦。什麼嘢？做對冇？該姐姐你來聽書愛，哦，總好去好嘞，嘿，總起來就好，然後放給它冷，好沙來，還就會用牛肉。揀啲輪，2隻輪，哇哦 ，OK， 還有一隻，好，我哋帶過來用，快耶，老弟，攪一下，好，差不多以後就不用一絲絲嘅，不用一絲絲。睇用。好，阿用就做得啦，原料嘅肉不用落去的。哦，咁簡單。對啊，就醃一下就做得。哦。一沙來我做乜嘅呢？就係留嘅番薯粉，哦，有嘅肉啊，就阿用，哦，阿用，哦，沾一下，阿用就做得了，然後就一條一條放進去。哇，係咪懂簡單？很是很功夫呢。懂是蝦矮。呢個呢，冇乜解會料理，你輕人出到嚟啊，做得。然後大家講一下，這隻啊就係一隻乜嘅，一隻懂很幽默的人，幽默的人，哎，很樂觀。哦，做乜嘅？因為嗰個
新嘅冇強用，真嘅都冇強用。人哋嘅新嘅真嘅冇強用。你从同温层嘅狗就会购买嘅，一个像太阳，一个像月亮。然后就是在太阳上的，就你比较像太阳吧，大家是吧？你跳，你听一讲，跟你跳嘛嘅，你跳就，哎呀，就你跳啊，懂感情好吗？懂可爱。跟你讲啊，你讲哦，成熟。观众朋友，想摸一下有成熟的感觉吗？一定有啊！你看我现在做事就知道了。姐姐，你看，係嘅魚做得嚟冇？做得到，做得嚟。梗係人哋做得來，你來聽數藝。好，你就加一片，不用落去。哎呦，做得嚟，好嘞。懂槍懂杯哦。係哦，厲害哦。啊，因為老藝看好哦，因為啊，一絲絲嘅金黃，就做得，就是熟。冇，還忙熟，要2次回鍋。哦，行會表買嘅冇？冇，就等佢。按鍵蛋哦。對啊，我嘅它有技術哦。冇，我等下用好以後，我就會撈起放入碗盤以後，我就會揀啲糖、蒜頭搓一搓。咁你還愛準備冇？我攞一隻。你有蒜頭冇？有。蒜頭呢，就是我看姐姐啊，家下係愛用切係冇？哎呦！哇！慢慢切，韓杯喲！自家講，哎呦，客家細妹煮嘅啦，好冇？冇簡單咧，阿爸阿妹辛苦咧。買嘅東西，坦白吼，去我杯買較輕鬆。因為鼓勵他給他自家煮。哦，好啊，自家煮較健康，試試看自家煮。好，回鍋嘅感覺係冇？要離下手不用聽一擺。該怎麼個不用聽一擺呢？就是要讓它的顏色更上色。哦，可以來當好色，哎呦，金黃嘅。撒下來，你等一下你就撈眼睛用。不用多地杯，地杯。該眼就會不用倆蒜頭，還有糖，就做得了。然後撈起這樣搓一下，就做得了。應該係做得啦。倆係你嘅料理哦。我就第一排煮咩？哦，倆應該做得啦。做得啊，試試看。好啊，好，試試看哦。試。哦，不用落去。你嘅火一碟睇冇？冇誒，你做嘛該冇？因為你碟睇啊，你的肉啊就開始吸油。哦，不錯，就哎呦，你夫婦嘅半記。好，不用糖。哇！太大手筆吼，睇先，睇個孔條太嚟。好，不用蒜頭。好，哎呦，不熱。好，現在將來倆，好，就做得，稍微的給它拌一下，因為剛剛放太多糖了。哦，等下最尾啊會凍好食啦，因為要甜嘅。哦，哇，這有難度哦，你會哎呦啊？你啊，佢幫佢痛死你啦，阿姊哦，阿姊，哇哦，ありがとう，哇，旁邊嘅人會嚇到，哇哦，然後啦，你都要用到冇，但係我知道凍好困，凍好食，好啦，做嚟食嚟，真係識咧。完成了！哇！有冇按鍵咯？係啊，自家講誒。媽媽，記唔記得人哋請到人哋嘅媽媽來評審一下？哦，評審一下。佢咪做嘅較好食係嘛？對。哦，好來，可以炸咧倆哈，應該嘅脆皮奶油炸雞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吃吃看咯。好。哎呦，沒講話，皺了一下眉頭。有熊吧？有啦。我咁講，我說我講食法，因為嗬唔拉車，唔拉脆啊，是有啲很軟的，我唔啲係冰糖叫啊嘛解。哦，做得嘛？哦，我承認。哦，上網哈。但是味道蜜桃的夠。蜜桃做得啦。好吃。好，來。我娘哈。妹妹嘅啊，有啲係牙天數，牙天數咩？會癲呢？牙嘅凍難做。唔怕，我吃食。我會講法。媽媽
你完了？那意思就有没有做暗號咯？慢件做緊咯。排泄，嗌講見本嘢又好好食。誒，又係講食材嘅呀，又係樣啊，又一百，柚子酱有我煮的嘛？哦，我要吃卧台。有，他有帮忙啊，然后是啊，怕我自己吃。好吗？怎么那么可怜？没有，姐姐这也好吃，它有一种那个韩式的感觉。對啦，妈，假使你有看到我做嘅時間，你就看到啊，我根本就在炸廚房。哦係啊，亂七八糟，亂七八糟我哋而家廚房。係啊，我嘅桶啊，哇，一台水。唔怕天日擺唔跳，很擺是為嚟。唔怕啦，你就係象徵，而且下間運動好賣。真的，嘿。哦，該假使愛伴對方一句話，我從來愛老妹妹講好嘞。我用中文講好嗎？好，Oh my god，好不好？好。如果今天是陰天呢，你永遠在我心中就是一個小太陽。哦，我好啊，我名人兼具，完蛋。然後芬兒咧，哎，排泄啦，因為剛好就是熊，好啦，因為啊，人家係姊妹嘛，人家係一個就是完全就是像那個同床的伴。OK， 對，床伴，因為平常嘅時節都睡到強下。其實啊，我有嘛個心情唔好啊，好嘅時節，我即係都記。故時啊，我因為有記，我將會有厲害嘅愛。咩係小太陽啊？咩係小太陽？因為就係兩個小太陽互相照亮對方啊。跟你講，你咩係愛嘅小太陽？係啊，愛咩係你嘅小太陽？係啊，兩張一條。該地球會懂嘢的。係。你知道一張你做呢種一拱，一張做呢種太陽，因為你看一拱有拱嘛，有角嘛，對，太陽係圓，那這樣子兩個人湊在一起就是一個變圓，好嗎？有藝術一點 ，Come on baby，你好棒哦。好，誒，該講到倆，人哋係。對方講嘛，對方講法，該厲害咧，人哋來對媽媽講一下，對媽媽講一下。因為啊，其實啊，我身邊嘅朋友啊，都會老我分享講，分享講，你爸爸媽媽對你都好誒，都會支持你去對夢。哦，因為當到嘅朋友啊，其他嘅阿爸阿媽冇按佢刺激，因為想講做音樂，愛做乜嘅，希望媽媽。認同係越愛用嘅家長啊。咁你嘅想法咧？你嘅想法係乜嘅？愛吃到冇相關，總係唔後生人，想要做乜嘅事去做。係啊，冇愛要離婚。錯。哦。因為啊，我身邊嘅朋友都會講啊，爸爸媽媽都講，哎呦，冇愛做倆啦，你以後啊，日後都冇都不會賺錢呐，哎呦。哦，比較現實派。對，現實派。好啦，那我覺得呢，你嘅爸爸媽媽就從柚子暗用瓊用，又酸又甜，但後面呢還是回甘的感覺。哇，我要繼續吃了。哇，你怎麼好像很為名人家去呢？係啊。媽媽來，繼續吃。兩隻眼相衝，衝一條老眼光，光就在海面上，心思有你談愛講，兜兜手拉手你兜，我要和你手拉手。夢出愛情妙腳，兜兜手拉手你兜，世界殘酷也溫柔。